嗨，大家好，我是探皮叔。今天是2025年7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今天媒体报道说，万达再卖资产，中国如意拟2.4亿元收购快钱金融30%的股权。这是澎湃新闻报道。7月22号，中国如意公告称，公司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上海如意新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万达网络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及快钱金融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据此，上海如意拟以2.4亿元收购快钱金融服务有限公司30%的股权。实际上，这个快钱金融服务就是个支付牌照，它就是个支付牌照，值点钱。那上海如意相当于把万达的30%的股权给买过来了，也就是万达在出售自己的资产。中国如意在公告中表示，交易需等待包括央行批准在内的若干先决条件获得满足后方可完成。此次交易完成后，中国如意将成为快钱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单一最大股东，但快钱并不会成为中国如意的附属公司。这个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中国如意已经多次收购了万达旗下资产，也就是万达电影。中国如意大家都知道，它背后是腾讯，那还是小马哥和王老板之间的交易，像极了王老板把他所有的财产拿出来，资产，小马哥是挑挑拣拣，拣自己满意的挑几样，都是朋友，互相帮个忙。说到中国如意，那跟房地产行业那有不解之缘，不解之缘。中国如意曾经的大股东是中国恒大，大家还记得中国恒大投资了一家公司叫恒腾网络，跟腾讯控股合资的。中国恒大是第一大股东，也就是许老板跟小马哥两人携手准备搞点事情，结果恒大一爆雷，小马哥没办法，咬着后槽牙，硬着头皮把这个恒腾网络给接了过来。如果他不接过来，那恒大爆雷影响了恒腾网络，就间接的会有辱腾讯的英名。恒腾网络被小马哥拿下之后，就更名为中国如意，结果就刚从火坑里跳出来又立马跳入另外一个火坑，刚从恒大这儿爬起来，又跌入万达这个火坑，就这么个事。战略投资万达，结果万达没钱给，只好拿电影院来抵债。万达电影，如果有人了解情况的，完全可以写一本书，叫《小马哥与房地产的故事》。我们再看这个融创，中国房地产报道说，融创房地产被执行14.9亿元。天眼查深度风险信息显示，7月21日，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3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14.9亿元，涉及票据追索权纠纷等案件。部分案件被执行人还包括成都融创、文旅、眉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法院为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天眼风险信息显示，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34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481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及中本案件信息。就这个，前不久融创的孙老板说，融创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这真是叫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说到这个房企，我们再看看这个上市房企半年报。北京商报报道说， A 股16家房企净利润实现盈利，上半年10家房企扭亏为盈。7月22号，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40家房企披露2025年半年度业绩报告。业绩预告，16家房企实现净利润为正，其中城建发展、豫开发、城投控股等10家房企实现扭亏为盈。从业绩预告来看，项目交付、资产出售及资本市场投资获利成为这些企业盈利的主要推手。然而，部分企业盈利依赖资产出售，下半年经营持续突破仍面临挑战。这个10家房企叫扭亏为盈，扭亏为盈什么意思？就是去年它是亏损的，今年变成盈利，上半年盈利。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关心胡适，这些都是上市房企。为什么现在盈利？是因为它今年不盈利就不行，今年不盈利就要退市，有退市风险，所以今年无论如何都要盈利。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你看什么资产出售及资本市场投资获利，资本市场投资获利，资产出售什么意思？你把某一幅画，你当年买来的时候是3000万，现在3个亿卖给大股东了，一下就净赚2.7亿。有人说画不行，那行，那个上市公司就前几年手上买的底商或者物业4个亿买的，现在18亿卖给大股东，对吧？净赚14亿。你觉得这样他能不盈利吗？没有办法，这被逼的。毕竟一退市，大股东损失大呀。所以说 A 股10家房企扭亏为盈，不代表说房地产就企稳回升，更不代表说房企日子就好过了。房企日子好过，刚才这个融创，还有这个万达还在卖资产。房企要日子好过，那个万科怎么好意思还跟这个深圳地铁要钱？都是被逼的。我们再看点消息啊，既然房企日子不好过，那咱们相关部门还要赚钱，行业要赚钱，都要吃饭。所以你看，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发了一个报道，叫中房协主办房地产债务重组重整培训班。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消息，2025年7月16号到18号，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在江苏省南通市组织举办房地产债务重组重整培训班。此次培训由中国房协法律工作委员会和金融分会承办，南通市房地产业协会协办，得到了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房协支持，170余名来自地方住建部门、房地产开发企业、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律所、行业协会等机构人员参加培训。后续中国房协将围绕资产盘活、债务化解主题，持续开展探讨交流和培训活动，相关成果也将整理形成报告送有关部门，努力为行业争取更优的政策环境，为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和健康发展发挥协会作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翻译一下，有好多人听不懂。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房企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纷纷暴雷，有的暴雷已经4年了，要死不活的，现在都陷入保交楼。目前这个房企面临的环境大家都知道了，连万科都有上期没下期。那这个时候，作为行业协会，对吧？中国房协看到了机会，把大家叫到一起，我教你们怎么赖账，就这意思。当然了，这赖账打个引号，这所谓的什么债务重组、重整，那都是赖账啊。怎么赖？咱们前几天节目都说过了，要求债主延期，你们最好看清形势。你要不延期，我就死给你看。一般谈判都是，如果我这个企业要是清算，那我资产只有多少，这样到你手上基本上没有了，你们看着办。这债权人他也得掂量，他也得了解这个企业到底还有多少资产。一背调，发现果然啥也没有了，那如其破产清算，啥也拿不着，还不如死马当活马医。所以就得答应他呀。所以首先你这个债呀，我只能还10%，剩下的就算了吧，要么就转股，反正没钱给。就这10%，我现在也没钱给，以后再给，5年以后还得分几年给，1年给一点，你看怎么样？不行我就死给你看，马上就死，都是这么个谈。就你感觉这个老赖是一样，确实就是老赖，他已经暴雷了，这个房企都欠钱。你看王老板、许老板、孙老板，那欠多少钱付不起的，这本身就是老赖了。你有几个企业能像万科这样的跟他爸要钱？大部分都没办法，就得赖。这就是所谓的债务重组。重整是什么意思？重整就是让银行、让法院帮你赖，法院直接判决、裁决，你这个本来是10个亿，你现在只能还5000万，剩下9.5个亿就算了，没了，一纸裁定。所以说，中国房企把这些暴雷房企都叫到一起，咱们传授这样的经验，怎么样跟债权人来博弈，再把债权人组织到一起，劝债权人怎么识相一点，你能弄回来多少是多少，不要最后搞个破产清算，大家都深受其害。房地产业协会就干这个，这个中介就是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资产管理公司，这些都是中介。中介反正搞一个业务就赚点钱，顾问费，还有谁提供资金？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啊也来参会，他觉得好的项目他可以提供资金，这就是所谓的债务化解。这样的会我参加过很多次啊，这谈判策略都是就我说的策略。这个房地产公司上来就要表明态度，活不下去了，大家看着办吧。
最后得出结论一定是债权人说你想方设法一定要坚持下去，你可千万别倒下。所以说这个房企无论提出多么苛刻的这个条件，债权人最后都得忍，都得认了，没有办法，就本质是死马当活马医。以后这样的讨论会、这样的研讨会、中介会、推介会恐怕会越来越多。我们再看今天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闻，跟租房有关，叫租房新规来了。2025年6月27号，国务院第62次常务会议通过《住房租赁条例》，现予以公布。自2025年9月15日起实行。条例规范出租、承租活动，住房出租、承租应符合相关规定。大家看一下央视的报道。住房租赁条例日前获批并公布，将于今年9月15日起施行。条例共7章50条，旨在规范住房租赁活动，维护住房租赁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稳定住房租赁关系，促进住房租赁市场高质量发展，推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条例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明确规定：一是对用于出租的住房提出明确要求，规定用于出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等相关规定和强制性标准，不得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人数上限和人均最低租住面积应当符合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二是加强合同管理，规定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签订住房租赁合同，住房租赁合同应当向所在地房产管理部门备案。三是明确出租人与承租人的行为规范，特别是针对承租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到位问题，规定住房租赁合同应当明确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事项。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出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为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留出合理时间。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合同或者腾退住房。此外，条例还提出，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住房租金监测机制，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内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住房的租金水平信息。有了这个租金的价格机制，对于出租人租金应该定多少啊？那么对承租人来讲，这个租金到底合不合适？如果有这个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准绳，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看了一下，怎么说对租房的人还是比较友好的，基本上对租房有一些保障。也这个规定归规定，能不能做得到，对吧？或者你那个地方能做到多少，这都不一定。地方发展水平跟各个地方环境有关系。你不要指望着说这个规定一出，天下就太平，租房就没有骗子了，中介就好对付了，完了之后就没有提灯定损。这个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但是他出这样的规定总是好事。那你对于这个租客来说，你总是有法可依，有依据，这是好事。他执行的怎么样，那就是事在人为。但是我想这个事情他做的越好，实际上对楼市越不利，这是我个人感觉。本来现在韭菜就不想买房，他也没钱，再加上这个对未来预期不好，所以韭菜就觉得租房住也还可以。谁说租房就不行了？结果你现在出台住房租赁条例，让住房变得更健康、更透明、更规范，那客观上就助长了这人宁愿租房也不想买房的这个不正之风。所以对卖房市场、对房地产销售来说，应该不是好消息。如果这些租房的人都害怕租房，不敢租房，一租房就被坑，所以逼得他们很多人没办法去买房，自己当房东。你说你租一次房就遇上一次提灯定损，你说你受得了吗？最后咬牙高低要买一套。关于住房租赁条例，中房网又开始鼓掌叫好了。中房网说重磅，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迈出关键一步。我也不知道住房租赁条例跟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有啥关系。他说20大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作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基础性制度，近期迈出了关键一步。我看了一下，感觉这个中房网还是最好这花点钱把胡锡进老师返聘一下。这个中房网调盘的调的非常勉强，
鼓掌叫好，有点生硬。它作为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住房租赁是有效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住房租赁市场不断发展，对实现住有所居、改善住房条件、推进新型城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条例的出台，对规范住房租赁各相关主体行为、健全监管机制、完善并购并举、租购并举住房制度、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都有重要意义。这个新模式到底是什么新模式？我们再看看这个房地产从业人员现在什么个状况？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南宁地产小哥啊，房产中介转行网约车司机，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在南宁的基本工资是5000块钱左右，但是我每个月的房贷接近6000多，我拿我们的健康去挣这点小钱，从早到晚都是坐在车上开车，也是高度集中，就很累的。特别是从今年开始就特别辛苦，因为感觉现在整个南宁的失业率太高了嘛，很多人都来跑网约车了，所以说本身的单量就下降，然后加上单价又低，生多又少，所以说更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熬，不拿我们的健康去挣这点小钱。以前不做这行不懂，做这行才知道，整天都是坐在车上嘛，然后没有运动，又没有活动，早上出车时常打到15个、16个小时以上的话，有猝死的风险。那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以前我是做房地产的，现在南宁房地产一倒完之后，找不到什么工作了，因为南宁话工资又低，我做年龄又比较大一点了吧，学历啊、技术啊、人脉方面达不到你的要求嘛，然后再加上我又有房贷要养家，按正常去找工作的话，可能我们家里面有2个老家伙身体又不好，所以说当你去正常做工作的话，2个老家伙出什么身体状况的时候，你又走不开，要请假，所以很麻烦，只能做网约车这个行业，没办法，就被逼的做这行业了。现在平台抽成太恐怖了，别说你存个付10块钱，但是挣到我们手上可能就是5块5或者5块8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我看到很多那些比较年轻的20来岁的那种做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说实话，开网约车实际上就是拿健康换钱。但是反过来说，现在你还有网约车可开，那你还是幸福的，对吧？以后恐怕你连网约车都开不了。今天北京出了一个新规，这个燃油车不能再去开这个叫网约车。你要失业了，你要是没工作，你手上有辆车，你那个车不一定能开网约车，那必须是电车。那你如果是个燃油车，你要开网约车，你还得把燃油车卖了，去买个电车。所以说，你能顺利的开上网约车，这本身就不容易。房产中介改行开网约车，总体上来说，跨行也不算跨得太远，反正也是你卖房子当房产中介，也是带着这个客户到处转。开网约车也是带着人在这个城市里面到处转，都差不多啊。我在北京的时候打网约车，就经常碰到这种干房产中介的干不下去。有的房产中介没有底薪，管的也不严，相当于房产中介你是挂靠在房产公司的，房产中介卖房子这中介小哥，他好像挂靠的，他没有底薪，或者有底薪的都很少，几百块。那这些人怎么办？他又没有业务，所以他们就边开网约车边拉业务。开网约车的时候还接电话，为客户推荐这个房子，也不容易。高盛又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又不太好，涉嫌唱空。高盛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至除特别时期外的最低水平。根据高盛经济学家安德鲁·蒂尔顿周日发布的追踪报告，第二季度工资较上年同期增长 3.9%， 为有记录以来除特别时期外的最低水平。它这个特别时期指的是口罩。高盛表示，这比今年迄今为止官方统计数据低了约1个百分点。我们的工资追踪数据表明，工资增长乏力，可能会对2025年下半年消费增长造成阻力。经济学家表示，我们预计下半年将出台渐进式、有针对性的宽松措施，以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无论高盛怎么说，还有咱们统计局怎么说，统计局告诉我们是涨了的，至少跟 GDP 是一样。高盛说我们只涨了 3.9%， 就不及预期。我在想，我们自己体感恐怕更准确，就你自己
具体到你自己到底涨了还是跌了，你自己最清楚。你再看看你身边的人，还是老规矩啊，如果你涨了，你应该高兴，这样的好日子不会太长，要记录美好生活。如果你跌了，其实也不要悲伤啊，好歹你还有工作啊，只是工资降了一点，总比那个中介小哥就开网约车拿健康换钱还是要好一点啊。按照高盛的说法，那下半年会更惨。大家收入在降，你还指望韭菜去买房？韭菜如果不买房，你还指望这个楼市能够止跌回稳？多难啊！韭菜工资增长乏力，那韭菜他就不会去消费，它叫勒紧裤腰带，所以指望着消费也不现实，对吧？现在解决问题的落脚点应该落在怎么提高韭菜的收入，也想办法尽量提高韭菜收入，要么就提高韭菜的保障，否则出台什么政策效果都不会太好，就很难达到预期。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